国内疫情当日严重，家己关到一间病院，则一打出一张广告，那这禁止这医护人员上班的时阵袂当做伙食物件，下班了后也袂当做伙食饭，违反规定的人会受到处罚。这广告一打出来，引起因院内医护人员的议论。讨论是，那我们用餐目前我们就是大家轮流用餐，因为护理人员用餐时间本来就是不一定的。病院护理站的封闭空间原本是护理人员讨论代志，也是食物件的所在。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，家己关有病院在医发公告，要求病院的医护人员袂当伫无隔板的所在共餐食物件，下班了后嘛袂当有自餐的行为。我想医院都出于好意啦，哈，主要是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传染度，主要都是因为可能透过一些脱口罩的行为，像聚餐啊、泡茶所引起的。病院表示，为了要保护第一线医护单位，所以才来做这款要求。家己关卫生局嘛指出，以前拢是透过无挂水源群组来传播，考虑到病院医疗量能的问题，也是需要大家来配合。我们的惩处最多也就是口头告诫而已，其实是希望大家一起维护这个安全的环境，让我们能够照顾更多的病人。病院指出，进行医护人员食物件的时阵，加减会使用护理站的讨论室。公告是希望莫做伙伫封闭空间食物件，会当较有隔板的员工餐厅。同事之间的自餐嘛，希望先暂停，降低医护人员相互的风险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